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南仁德的杜峰池，这个花枝木开这个粉红色的花，开甲长水，欢迎大家去遐看花。开画面会当看到粉红色一片的美景，请真侪内行民众来这欣赏。第6河川局正在这边做一个河川的整治，所以在赏花的这个性质之下呢，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这片杜峰池边的水景是在地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所领用管理的，其中的花枝木搁泰国樱花外号，后面众免出国，地当欣赏到亲像伫咧国外同款真水的风景。根据统计，伫咧这条300公尺长的步道，4个位啊，拢总有超过1000丛的红花枫林木和花枝木，真适合正做春天佚佗行台好所在。不过尾啊，嘛是要提醒民众，即马附近的溪啊，当伫咧做工程，来遮赏花一定拢要细腻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